有关交通的消息，台北市的忠孝东路是真长，有的路段开放奥多摆会当行内底线，而且唔免两段小倒弯。不过部分的路段却是完全禁止，或者侪民众是感觉三无章。针对这点，交通局讲会赶紧来检讨。忠孝东路探过台北市中正区、大安、信义甲南港区，不过却出现同一条路无共规定的情形。举例来讲，为1段至5段，有的所在内底是禁止骑奥多摆，不过6段甲7段是有开放，互骑奥多摆的人是三无章。有时候我们来分辨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会产生错觉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感觉应该是要好好的统一规划一个制度啦。如果我走这个忠孝东路，我一定会来这里带转，这样比较不危险呐。比代嘛指出，台中甲台南等等的县市拢小连续开放，或者是扩大奥多摆唔免强制2段小倒弯。台北市忠孝东路7段527项，当时啦，煞搁甲2段小倒弯的牌仔挂倒转去，批评是车路边宽行回头路，汽车甲机车路宽应该一致。交通管制工程处回应讲，因为业务交接疏失所致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讲，台湾目前交通制度无人性化嘛无科学，应该爱以车速，唔是以车的种类来分车道，相对会较安全。今天摩托车的待转的问题，是因为进行机车的问题衍生出来的配套，而不是为了安全而存在的一个理由。你举出一个全世界用车种的这个轮胎数来分车道的这种规划的，有没有这样的国家嘛？实际上坦白说，全世界看起来是没有的。是以往会有这种不同的管制，可能是整条忠孝东路，它其实每一段跟每一个路口，它的道路条件都不一样。我们当然在确保机车其实可以安全左转的这个前提，去检讨把机车的待转牌面把它做拆除的一个检讨。台北市交通局答应讲，未来2段小倒弯的牌仔，敢若会减少未增加，会完整来检视规个路段，伫安全的前提之下，会向这个方向来做。而且嘛会检讨车路，敢是要开放奥多摆骑内线的时阵，甲规个路段做伙来检讨，来提升骑奥多摆安全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